好，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瑞士马卡龙。讲到这个瑞士马卡龙，我就想要问汉尼哦，因为第一个马卡龙居然是出现在意大利的修道院里面。那请问一下，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意大利的马卡龙，这个瑞士的、这个法式的，它到底是在配方上不一样呢，还是造型上呢？他们3个马卡龙的方式主要是差在蛋白打发的方式不同。对，那像最基础、最简单就是法式，它就是蛋白跟糖直接打发，但它的吃起来会比较松软一点。会比较黏的是哪一种的？意式或瑞士都比较黏。哦，所以今天我们的瑞士的会比较黏，对不对？因为我也曾经学过马卡龙的制作啊，要怎么做啊才会就是说，让大家觉得爆表的幸福。好，那今天就来教大家瑞士马卡龙。那瑞士它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它的蛋白要加热，它跟糖要隔水加热到50度。那它打起来的蛋白霜会比较浓稠，质地会比较稠，它在拌的时候会比较好拌。哦，是哦，对。那我就先把蛋白跟糖都先加进去，然后要记得是隔水哦。对，要隔水加热，它蛋白才不会凝固，就变蛋花了。那我们就先搅拌搅匀。然后我们就开火，所以一定要隔水哦，不然的话很容易变成蛋花哦。那你们就可以拿温度计在旁边测，大概要到几度？到45到50度之间。对。好，现在已经50度了。OK。好。那我们就直接到机器里面去打。那这个就直接转中高速，让它打。对，要打多久呢？大概打3分钟左右。要3分钟。对。那在打的同时，我可不可以问一下汉尼哦？如果打过头的话，会有什么影响，或者就打不足的时候？我们建议都还是要打到它拉起来会有个稠稠的状态。哦，待会我们要让这个观众朋友看一下哦，就是说打到怎么样啊，是叫做 just make， 就是说刚好就是这样子啊。不然的话，其实马卡龙说真的不是在吓观众朋友，因为我怕观众朋友等一下就把电视机关掉了哈。因为其实做马卡龙它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哦。对，好，来看一下，好，蛋白打得怎样？它现在的状态还有一点太稀了，因为它还会掉下去，对不对？对。那我们还要再打硬一点点。OK。但是它跟法式的还是不太一样。法式的话，你就要打到挺挺的，就是你拿起来剪钩。但瑞士的话，它只要就是再硬一点点就可以了。对，因为它的质地比较稠。那它也不用打到太发，因为马卡龙主要就是要等一下的拌压就会把蛋白消泡，对，它的那个动作就是在消泡，所以你也不用打到太硬或怎样，反正它终究要是消泡的，对不对？哦，对，没错。它现在就是一个勾勾，哇，就像鸟嘴嘛，对，这样就可以了。那我们就把它盛到另外一个容器。这容器不要选太大的，不然你等下会不好拌，不好操作。对。那现在的话，我们就先把这是竹炭粉。那我今天做的色系是比较像莫兰迪色系，它是比较黑黑暗暗灰灰的。现在也是很流行的食材啦，竹炭粉。这是红色色素。那色素我都会在这个时候加，它等一下拌的时候才不会拌过头。所以这个就是食用色素。对。好，
那杏仁粉的话，是马卡龙用的杏仁粉。对，不一样哦，不是我们华人常常什么南性北性那种杏仁粉啊，说哦喝了会美白哦，不是那个哦，是人家马卡龙专用的杏仁粉。好，所以你去烘焙材料店买的时候呢，你就说我要做马卡龙的杏仁粉，好，你千万不要就是很多人都以为说其实南性北性都叫做杏仁粉，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哦。哈，然后这个一定要过筛，对。因为它质地比较细，等一下拌起来的话会比较不会有颗粒感。对，那我刚刚已经过筛过了，我就分2次加进去。然后拌到没有粉粒，再把它另外的加下去。其实你知道吗？你这种紫色是我最爱的。对啊，带着淡淡的忧伤，比较贵气的那种感觉。贵气哦，原来。那我们现在就是一直半压它，就是要让它消泡，对不对？对，让它消泡，但是手法要轻盈一点，你不能够很用力的，就是这样子压。它这样压的话，你等一下又会拌过头。过头的话，你挤出来它就会摊成一片，你就没办法像一颗一颗。没错。对，所以我的马卡龙变很大，有点像那个，有点像核桃酥饼。那就太大。但我今天做的，大家知道了，像桃酥啦。我的马卡龙，对，就大大，然后扁扁的、摊摊的，中间鼓鼓的，两边呢也特别扁这样子。那你要拌到一个程度，就是它滴落的时候，它摊平的时候是大概15秒会摊平。哦，对。我们会以就是它的状态去判，就是说好了没。那像这样子可以再拌一下下。对，所以就是刚刚老师在拿起这个搅拌的这个刀的时候，发现就是说，它会变成像绢布一样。对，那我就把它倒进去。那里面就是装圆形的花嘴，等下挤出来的时候，你才可以比较平均的圆。因为如果用剪冻的话，其实你剪没办法很圆，它挤出来的形状可能就会歪七扭八。对。那我前面我有先就做这个，所以它是有秘密武器的。对，我刚刚忘记拿出来。然后我会先垫一层这个我做的烤盘纸画圈圈，然后上面再垫烤盘布。对，马卡龙一定要在烤盘布上面烤。我吓一跳，我想说直接在那个白纸上面那个铅笔吃进去的话，没有，我会垫。虽然我们这个碳粉跟那个碳粉不一样哦。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按照上面的圈圈来挤。直接从中间。对，那你拿的时候，你的手一定要垂直烤盘布。还有老师在拿起来的时候有一个动作，他有稍微这样子逆时针转，对，半圈左右还是1圈？半圈，差不多半圈。就是可以来示范一个。从9，这是9嘛？从9到3，对不对？从3到9。从3到9。对，逆时针。其实看每个人的顺序，因为我是左撇子，所以其实可能右手的话，可能就是会右边也可以就的，从3到9，从9到3都可以啦。都可以。OK。大概是这样，我来示范一个大家就是不习惯会失败的挤法。好，就是像很多人都是这样子，那就拿起来。对，它就有个尖尖的头。像我比较习惯就画一圈，它的头就是会平掉。了解。大家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那其实马卡龙的样子就不一样了。OK， 对，好，把这个高贵的这个颜色的马卡龙，我们要送进烤箱，要分不一样的时间烤吗？马卡龙一定要先结皮。结皮的话，你一定要等到它就是用手摸它的表面是干干的，不会黏黏。因为你看现在摸是黏的状态。所以你的意思是不能马上进烤箱？不能马上，我会用烤箱，但是先设一个低温80度，上火80度，然后让它的表层的皮凝结，但是不会烤。
不会烤熟它。哦，对，烤到等到摸起来是不会粘手，不会粘手的时候，再继续把底下烤熟，再把温度调高，对，它的裙子才会出来。好，马卡龙最重要的就是裙子，对，就像我们在画水彩的时候，最难画的就是那个裙边，没错，哦，对不对？裙边是大家追求，但是很多小细节就很容易让裙边就消失或者丑丑的。哦 ，OK， 好。那我现在看到这里有个小气泡，好，镜头看到这边吗？有一个小气泡，看到的时候怎么办？要怎么解决呢？我们就拿牙签，然后就是稍微的用一下就可以了。好，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放进烤箱解皮。好，现在只有上火，然后用80度，待表面呢结成干干的，我们再来调整温度。那温度呢？接下来的温度是？接下来就是150。哦，对，然后烤到熟。对，烤到熟。大概是要多久时间？大概18分钟左右。大概18分钟，OK， 好。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做内馅。内馅的部分，我们今天是用奶油霜。一般马卡龙有奶油霜，也有用甘纳许。对，那今天因为是酒类，所以我觉得奶油霜的香气会比较好。那我们奶油要先放在室温软化到，就是你手指压它，它会有一个压痕。OK， 对，它在打的时候会比较好打。那我们可以稍微刮一下旁边的缸，因为它其实打的话还是会有一些角度，或者是它奶油会粘附在缸上面，我们就会还是要偶尔去看一下缸藤。打到它的奶油已经有一点像羽毛状态，就是半白状。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羽毛状，就是比刚刚那个黄奶油通常叫黄油嘛，对不对？黄油比较黄，那打了之后呢会变比较白，我们就把这个奶酒加进来。我们酒的话要分次加，要分次加，因为它是液体。那如果它一次加的话，奶油其实很容易就分离了。油水分离对，所以我们就是要慢慢的加。像厨娘姐姐，你可以看，它现在已经酒吃进去以后，它就会更挺的感觉。对，就是比较立体哈。当那个奶油它里面有空气的话，它就更立体了。再慢慢的把它加进去。好，这个时候要加的时候，拜托把速度放慢一点了，不然它会飞起来。对。好，然后再把速度呢再加快一点。我们来刮一下缸。要自己学着做尤其是有小孩子同学喜欢聚餐小孩子很喜欢。像我那时候女儿在美国念书也是，我们这些妈妈都要会做烘焙因为这样子的话呢，随时有什么活动的时候才可以拿出来。所以呢我一点都没有失面子，幸好我当了厨娘，我就很会做那些糕点然后让他们都吃的真的很惊讶但是如果当时我会成功的做好马卡龙的话，我相信应该是家长会长，就大家都会爱你吃的。因为我女儿超级喜欢马卡龙她常常为了这个马卡龙去排队买。好，这个呢是事先呢老师都已经呢做好的。好，你看看这个就是老师在讲的这个裙边。好，那我装进去以后，需要这个吗？需要。你看我这个学生不错。太贴心了，我一直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学生，因为没有天分所以只好怎样勤劳。好，那我想先装饰它好了。那现在这个是伏特加酒，又是酒。他说他很爱喝酒。加酒选这个会是因为酒精它其实刷下去它就挥发，它不像水一样，它会让
马卡龙表皮湿湿的。哦，对了，最主要是我们因为要撒这些东西上去哈，我们这是做一个像粘着剂一样的意思啦哈。然后你就可以用手指头这样子甩，它就有那种泼墨的感觉。哦，这样子。艺术。对啊，我就喜欢这种每一颗都长不一样。对，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我这已经有配对好，我们就是挤在一边上面。那这个我挤的方式，它是比较可爱一点，它就是这样子，像在挤花，这样子。可是夹在里面又看不到，干嘛那么漂亮？它的外面还是会看得到。对啊，就是我自己看了喜欢。哦，所以说你们内有玄机哦，不是说像我们这样子一坨这样子，因为这样子的话，其实它除了裙边之外，它还有很漂亮的这样子，就像荷叶边这样子，对不对？对。哦，所以连里面的这个夹线哈都是比较特别哈，而不是像我们平常说哦一壶啊，或者是我们家庭主妇有时候在家里做，用拿一个汤匙把它舀下去就好了，反正夹着看不到，其实是看得到的，因为还蛮立体的。对，因为我喜欢比较可爱、比较酷的东西。我刚刚那个看得出来，忘记加了海盐。哦，对，就我觉得加了海盐以后，它的香气就会更提升。就是比较可以解腻啦，就是它的奶香，再加一点咸咸的味道，其实超级搭的。你就会随意的撒上去。OK， 好，把它盖起来，可以稍微就是压一下。哦，所以它是耐压的就对了。压完之后呢？压完之后还是很漂亮哎。对啊，可以看到吗？因为它的而且这个颜色变了耶。刚刚是白白的，对不对？对，因为我们的壳它还是有一点颜色。哦，老师，你知道吗？这两个颜色超级漂亮啊！我觉得很惊讶，怎么会这两个颜色？而且我告诉你，这两个颜色为什么会那么搭？有一天呢，我看那个天空啊，就是这两个颜色，就是灰黑色，然后粉红色的那个光这样子，在傍晚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漂亮。